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临界线动力的阿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女生每天坚持可以去掉拜拜肉，男生的话可以适当利用小哑铃或者2瓶矿泉水进行负重训练，增大三头肌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的要点。要点1，身体尽量与地面平行，膝盖微曲呈半蹲状态。第二点，大臂抬起时肘高于躯干，锁定大臂，小臂往后伸。第三点，当小臂伸到顶时，稍作停顿，感受三头肌、拜拜肉的发力。这个动作建议每天进行100次，可以分10组，每组10次，每组休息15秒。建议把动作放慢，感受三头肌的发力。这一期分享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再见，拜拜。